就是足好诶。所以变化咱人生诶行为，咱袂过去做业做罪哦。到最后成道。成道就是吼，看到自性光辉，为因互因。修道、行道、成道，到最后是正道哦。所以咱就带着咱自身的光辉，因为咱的成道当中呢，咱所有行为拢是美好啦，拢是清净慈悲平等。当然，咱的自信就是圆满的嘛，所以归因互因嘛，回归到咱的国家中嘛。所以为修道到这个当中，这个中间，就是过程，就是咱要学习的。就是要甲咱无好诶将来去除掉，吼，才有法通恢复，吼。所以呢，伫迄啥《60坛经》吼，字字内底拢咧教咱方法，甚至字字拢是变性。当咱欲做，互咱诶啥五子来讲，一无所住，离心依心，刚顺梦境讲，一无所住，离心依心，吼，人伊当下伊就。去悟着讲，一切万法不离自性，哦，所以好其自性，本自清净；好其自性，本自无着；好其自性，本无性力；好其自性，本无动力；好其自性，离心万法。哦，就是伫这个当中呢，伊一定无遮